一個曾經係農田小村，正被重塑為香港嘅科創心臟嘅第一個住宅坐標，就鎖定在未來嘅古洞站隔離。呢度係 Parslicon 古洞北新發展區的發售第一座住宅，一個全新時代。未來嘅北環線古洞站將會明年開通。古洞作為北部都會區嘅核心引擎，規劃咗超過86000個住宅單位，預計吸納20萬新增人口。而更關鍵嘅是係佢隔離嘅港深創新及科技園，呢度將成為匯聚頂尖人才嘅磁場。一個全新嘅知識型經濟社區正在成形。會所連園林逾5萬平方尺，設予50項設施，包括智能科技、運動以及親子等。會所設會德豐健身品牌 Body Soul， 當中包括24小時健身室、多用途室、32米室內恆溫游泳池、33米戶外游泳池、兒童游泳室等。依家我會地睇下一房交樓標準，分層單位樓底3.1米，能擁有超常規嘅垂直空間感。廚房配備西門子家電，地板預留咗最基礎的鋪裝。日本大金牌冷氣被作為標配。客廳同飯廳直接連接露台，將室外光線同空氣最大限度引入室內。跟住我哋睇另一間經過設計嘅兩房示範單位，實用面積480平方尺。設計師嘅核心任務是在有限嘅空間內實現功能嘅無限延伸。入口處緊廚是整個設計嘅點睛之筆，全套西門子家電嵌入其中，從雪櫃、抽油煙機到微波燒烤爐和電磁爐，一切都被整合得嚴絲合縫。客廳與飯廳呈現出極為方正嘅格局，它最大化了家具擺放嘅靈活性，杜絕了任何面積嘅浪費。每一寸空間都被精準計算，從客廳望向露台，外部嘅光線被毫無保留地引入室內，讓整個空間顯得開闊而明亮。主臥延續了這種高效嘅空間哲學。有興趣嘅你可以留言區留言，我發一啲詳細資料俾你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